呢個就係另一個版本啦，特別版。簡短介紹，因為你要擺喺上 YouTube 度嘅。BB 咧今日咧已經係差唔多近乎4個月大㗎啦。因為 BB 咧喺9月24號咧就已經進入4個月大嘅進程嘅 development。BB 個頭仔好少頭髮，因為始終 BB 啊，左眼雙眼皮，右眼單眼皮，奶樽係用碌㗎。最中意着啲間條衫，點解？因為顯得大隻啲啊嘛。手臂，左手嘅手臂同埋手指仔。有 E.O. 啦，咳啦，咳就我哋唔俾你食奶嘅，因為你咳親咧，左足咧你就會嘔奶嘅，你知唔知啊 ？OK，係啊，間條人喎，間條人嘅左呢隻右腳，間條人嘅左腳，好啦，呢個前身，慢慢鬆走先，哇！呢張凳咧本身咧 BB 可以俾人用到3、4歲嘅，但係你睇呢個樣，好似3、4歲咁大嘅 size， 哦，犀利啊！睇睇 BB 嘅正面嘅近鏡，跟住側面，跟住另外一邊側面，哇，幾犀利！再 pan 翻遠少少。BB，OK，scan 奶咁樣 scan， 間條人 ，OK， 好啦，係咁多啦，今日星期日檔案，下次收看早啲嚟睇啦，拜拜。